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，一切都是阴谋，真相终会浮现，贪婪最终都会吞噬自己，是该结束的时候了。诗人说梦话，风言风语，你才疯，你全家都疯！想当皇帝想疯了吧？哼！有一天如果你当上皇帝，你就后悔莫及。今天我们劝你，你不听，没办法了。兄弟姐妹们，上吧！我先上。来！哼！让你尝尝我新学的烧结棍！喂，喂，好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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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柳先生的气息变紊乱了？要不是老夫练九阳神功，不小心走火入魔，是绝对不会轻易被他们压制住的。对，这是个机会，我们赶紧把他干掉。不管了，先把龙之子杀了！
奸计算尽，我没想到。赶紧死吧，死老鬼！我会输在自己的棋盘上。我们是不是又要扣血了？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一滴血，还能回去的。哇！本王这次得以毫发无损，全身而退，5位侠士实在功不可没。本王故设宴犒劳几位，侠士们尽情享用。每次都是吃饭，能不能有点新意啊？看着我干嘛？等吃完了就可以不用饿着肚子上路了。去！说什么上路这么难听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要死了呢。什么？几位侠士要走？当然啦，任务都完成了，还留在这里干嘛？喂，任务？回龙之子，我等本只是受太子妃所托，将刘龙玺归还给龙之子。既然如今使命已达，那我等也该功成身退了。晨晨说的真好。废话，我是演员来的嘛，这种古腔古调哪会难得到我？功成身退。我见诸位天慧聪颖，此次更是不辞辛苦，杀掉柳风阳那个奸臣，立下大功，朕心甚慰，还想着给各位封官进爵，大加赏赐。哎，免了。上次还说我们要什么给我们什么，结果就给了一个破蜡烛，还有一道破符。这东西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这么说来，上次的赏赐诸位不满意，那这次想要什么，诸位大可直言。真的吗？我要金条，很多很多的金条。贪财鬼！思聪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那我们最后一关任务都没完成，回去肯定也拿不到那1000万的奖金。那我还不如在这里拿几根金条回去兑现，也算是个安慰奖了。能不能回去还不知道呢，更何况这是个游戏，我们又不是穿越，就算你拿了这些金条带回去，未必有用啊。对哦，我都忘了这是个游戏。算了，那个龙之子啊，我刚刚说的话你当我没说过吧？如今本王尚未登基复位，宁臣势力此消彼长，满朝文武无一可用之才。我想几位侠士能左右辅佐，定能重振江山。哎，这种工作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你没听说过吗？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莫非几位侠士有何难言之隐？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的。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你们是2次元，我们是3次元，说不定我们等会儿就突然消失了。突然消失？尔等都活生生站在这里，
又岂会突然消失？我们现在是灵魂出窍来到这里的，我们要回去找我们的肉身啊！灵魂出窍。没想到尔等为了拒绝本王，竟出如此荒唐之词。哎，太子，您先别激动。其实，思聪说的没错，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是啊，我们其实是在玩一款网络游戏，而龙之子是这款游戏里面的一个人物，而我们5个是玩家。我们进入游戏里，自然要完成一些任务，闯过关卡。最后游戏结束，我们就退出下线了。哎呀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说了他也不会懂的。你们总说了我也不懂，那你们不说，我又如何懂？如果你们说了，我就懂了。虽然我目前还是不太懂，你们懂不懂？你懂来懂去，到底是懂没懂啊？似懂非懂。那就是不懂啦。那这么说吧，你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不同的2个世界，在不同的时空里面，我们怎么能相亲相爱啊？本王自幼博览群书，虽未踏足世间各土，但对异国他乡也有些了解。天大地大，同为一家，又岂有2个不同世界之说？哎，能不能好好聊天了？哎，来，起来！就像这个16岁的小朋友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吗？这你就万万没想到了吧？4年前呐，他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呢。你们这里的人，为了2个字，就要砍几千棵竹子来做那么重的竹简。我们现在流行的是电子书，又环保又省钱。还有啊，你们就为了那么屁大点的事儿，要不飞鸽传书，要不就千里马送密函，出事儿了吧？不就是个破密函吗？要动用我们这几个精英来对付那么多人，换作是我们那里啊，随便打个电话 ，send 个 email， 发条微信，不用2秒钟就搞定了，啊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你知道我们那个世界最不会游泳的动物是什么吗？媳妇和妈。他说的妈妈和媳妇儿，就是您的母后和您的太子妃。这么多的不同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够了，虽然我实在不懂侠士所言，不过也听出了诸位去意已决。君子有成人之美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勉强了。真的吗？君无戏言。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有点明君的样子了。那我们就告辞了，后会有期。啊不，后会无期。侠士且慢。喂，哎，不是说好君无戏言吗？怎么没2秒就反悔了？非也，再过1个时辰，我就要回朝复位。几位侠士为何不留下继续享用美食，之后与我一并回朝共襄盛举，之后再离开也不迟。怎么了？这个嘛，虽说与各位侠士终有一别，但这段时日也是共经生死。我难道不是你们口中的小伙伴吗？登基盛世，
我希望你们能够一同见证。好，咱们小伙伴盛情邀约了，我们也没理由拒绝，对不对？那带我去稍作梳洗，便启程上路。好，记得洗干净点儿，弄得帅一点儿。停一下！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不是说要看龙之子登基吗？姑奶奶呀，现在还看个屁龙之子登基呀！我这一辈子都没有亲眼看过皇帝登基，这么难得的机会，不应该去看一下，拍照片发朋友圈吗？我的好嫂子，你是实力派女演员，这种登基场面你见多了。你要真的想去看，我买张门票给你去横店，好好看个够。去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们也不应该逃跑吧？感觉这样对龙之子好像不太好。小明同学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现在的龙之子看起来好人好样，好说话，但你们敢担保，待会儿我们去到他的皇宫，他不会变脸吗？吩咐那御前10大侍卫，把我们五花大绑起来当压寨夫人，啊呸，压寨公公。怕了吗？又或者把我们当作怪物抓起来研究，到时候我们尸骨无存呢。我不敢去。你以为人家龙之子像你一样啊？出尔反尔，那头答应人家参加人家的登基典礼，一转头就落跑，言而无信。是啊，这回我绝对站在晨晨这边。哟，我现在是闻到了情侣间的酸臭味，你们怎么就不懂我？Follow me。哎，你老老实实的说，你到底打什么坏主意？说，你们想想，离这个龙之子登基不到1个时辰，也就意味着我们离这个游戏结束的时间还不到2个小时。我当然要带你们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啦。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吗？干嘛？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花天酒地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就是啊，兄弟，你这样是不行的，都已经污到骨髓里面了，还是早点去看医生吧。什么嘛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回到现实世界里面就没有这种合理、合法、合人性的好事了。最可恶还是那个柳先生，破坏了我们的好事。千辛万苦来玩这个游戏，什么都没捞着。现在快要回去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嘛，你们就成全我嘛，拜托，就一次嘛。好了，看你今天说的那么可怜，我就舍命陪君子了。哎，这才叫兄弟呀！不去，真搞不懂那些花姑娘有什么好的，能让你这么流连忘返。我知道你是怕去到那边，看到那么多倾国倾城的美女呀，你被完全碾压了吧？凭本小姐的姿色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肯定能撑得起整个青楼。对，没错，你长得特别像那里的柱子。你不许去。晨晨，我肯定不会去的。宝宝乖不乖？现在玩什么妻管严呢？郑元宝，你是不是兄弟啊？是不是？是。宝宝，我今天心情不好。你给我回来！你陪我多玩一次嘛。郑元宝，你陪我多玩一回嘛。晨晨，要不我就去一次，我保证不会乱来的。我就去一会儿，陪思聪哥嘛。你爱去不去，随便你。兄弟呀，干嘛？哎呀，嫂子，别
别生气嘛，我们就去一会儿，我保证2个小时内啊，把这个元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啊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就早去早回，顶多我和林生姐在这里等你们。邱叶明，我跟你说，上次你已经没去了，今天你非去不可。还有不到2个小时，你就要17岁生日了。你知不知道有首歌这么唱？17岁那年的雨季，注定是湿漉漉的。哥哥今天带你去看看大世界，让你做一个老实人。不许！我们一起去喽。我们一起去吧。走，咋了？林晨，嫂子，那你在这边照顾好自己哦，我们走了。林晨，走。罗思聪，你真够义气呀你！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天各一方，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